現年78歲嘅阿姐汪明荃，作為 TVB 鎮台之寶，目前向來霸氣十足，功架滿分，對工作嘅熱情從未減退。日前，有網民喺銅鑼灣街頭偶遇阿姐，拍下一段溫暖影片，片中汪明荃打扮得既年輕又精神，狀態十分出眾。佢手拎一盒賀年蘿蔔糕，走向街邊一個小攤位，攤主是位身形瘦削、背部微駝嘅年老女小販，大家都叫佢做玉姐。汪明荃輕輕走到玉姐身邊，溫柔地叫咗一聲玉姐。正低頭整理貨物嘅玉姐一睇，發現係汪明荃親自到訪，臉上瞬間充滿驚喜。跟住，汪明荃笑住遞上禮盒，話：我嚟拎蘿蔔糕俾你㗎。突如其來嘅關懷，令玉姐喜出望外，兩人嘅互動簡單又暖心。原來呢份溫暖從非偶然。據網民留言透露，阿姐同玉姐早已結下數十年緣分，喺多年前，阿姐成日幫襯玉姐嘅攤檔買絲襪，一嚟二去就成咗老朋友。縱然如今阿姐成為咗殿堂級巨星，但佢從未忘記依位街頭小販玉姐，唔單止成日幫襯，逢年過節仲會親自探望，送上祝福。呢份不論身份、不計地位嘅真摯友誼，喺繁華鬧市中顯得格外珍貴。呢份跨越數十年嘅掛念，真係太令人動容。